你係咪都覺得喺香港呢個咁急速嘅城市生活入邊，真係快到令人唞唔到氣？好多人以為要尋找心靈平靜或者修行，就一定要去到好遠，甚至躲入深山。但係在俗修道都市靈修漫步呢本書就會顛覆你呢個諗法。呢本書想話俾大家知，你唔需要逃避現實生活，呢個喧鬧嘅石屎森林，你每日行過嘅街道，其實就係修行場地。呢本書可以話係一幅為現代人而設嘅靈修地圖，入邊列出咗7大支柱：靜默、服侍、讀經、聖事、分享、安息同埋持守，一步一步教我哋點樣喺呢個大城市裏邊修行。呢本書重新定義咗乜嘢叫做神聖同埋世俗，打破咗傳統嘅修道觀念，將心靈修持同埋社會關懷好深刻咁結合埋一齊。在俗修道都市靈修漫步，邀請我哋每一個人喺每日返工放工咁嘈吵嘅生活入邊，揾翻一個屬於自己嘅神聖空間。如果你都想喺呢個繁華嘅城市入邊安頓好自己嘅心，呢本書誠意推薦俾你，開卷有益。